今日新闻来看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进前批评讲，郭文地伫台北市长任内无去半条直运。郭文地是回应讲，选举一定会互相批评，也毋过唔通离事实相远。另外，针对另外的议题，侯友宜表示讲，迄一场只要专家的评估安全无疑虑，就会重新启动。也毋过，民进党团是开记者会讲，迄一场的关键设备拢已经拆掉了，而且侯友宜的讲法嘛，甲伊过去的主张无共款。另外，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是接见日本3个在野政党组成来台湾的访问团。以司法改革及主政期做诉求，馆长陈志汉、郑立辉、黄国昌号召民众7月16日上凯道游行。13早起陆续到民进党党中央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、民进党中央党部到摇车批，邀请下日本总统参选人参加7月16日凯道活动。当然，司法改革是一定，既然是人民内心有一个渴望那我也知道说这7年来的确是司法改革做得不多了。国民党接受姚车批，佮表示下令党内公职用个人名义参加游行活动，针对侯友宜进行批评，国体伫台北市长任内无去半条直分。郭文体表示，选举过程当中一定攻防，毋过唔通离事实太过远。新北市起的直分拢是台北市这份局去起的。新北市的钱大部分都是台北市的公务局来帮我们盖的。台北市有没有捷运完成？事实就是事实。针对能源议题，侯友宜佮表达伊的立场，亦一唱若经过专家的评估，安全无问题，对重启。副总统赖清德早起是接见由日本前外相前原成司为首，由日本日韩民主党、日本维新会、国民民主党组成议员访问团，这是3个在野政党第一摆组团访问台湾。那台美最近洽签21世纪贸易倡议第1阶段已经签署完毕，台湾也非常期待有机会可以跟日本展开类似的贸易协议，增进彼此之间的贸易关系。赖清德也进一步表示，希望台日应共同合作，推动区域和平稳定。台湾会努力维护两岸和平的现状，也强化国防力量，甲印太民主国家共同合作，达到和平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